如果你使用的是 TradingView 的免費版本，你已經知道這種痛苦了，只能使用2個指標，這就是限制。你想在同一個圖表上使用 RSI、MACD、CCI 隨機指標和一個成交量指標，而 TradingView 告訴你要付費。所以在這個視頻中，我將向你展示3個完全繞過這個限制的指標，每個指標內都包含了10個或更多的指標，這樣你就可以在免費賬戶上運行完整的設置，而無需支付任何費用。所以讓我們直接進入正題。我在 TradingView 上，讓我們從第一個開始。前往指標，拼搜索 Indicators Overlay， 這是由 LoneSomeW 編寫的編輯精算指標，將它添加到圖表上。你添加它的那一刻，5個指標會同時顯示出來。RSI、CCI、資金流量指數、賽金資金流量和隨機 RSI， 所有這些都來自這一個工具。現在，它們默認被放置在界格上方，這不太好，所以讓我們把它們移下來，點擊這裡的更多，然後移動到，然後下方新窗格。現在它們整齊地放在圖表下方，就像正常的震盪器應該的那樣。現在打開設置，你可以從這裡進行，這是它變得有用的地方。你總共會得到一個10個指標的列表。RSI、CCI、OBV 隨機指標、資金流量指數、ATR 隨機 RSI， 你甚至可以打開 ADX 和 DMI。有些是默認開啟的，其餘的你自己打開。你只保留你的策略實際使用的那些，忽略其餘的。而且每一個都有自己的設置，所以你可以隨意調整長度和輸入。船有一件事，打開這裡的不同顏色選項。一旦你同時運行幾個指標，它會讓每條線更容易跟蹤。但這很重要，這些指標顯示的所有內容都與最近的界格行為相關。所以這個隨機 RSI 或者這個資金流量指數，它們不是在描述後面某個更舊的 K 線。他們正在讀取市場當前的狀態，記住這一點，以免讀他們。現在第2個，前往指標，拼搜索 Indicators All In One， 這也是 LoneSomeW 的。添加它，默認情況下它給你 RSI， 但這只是開始。打開設置，你可以從這裡進行查看要顯示的指標選項。你有11個指標可以切換 ：RSI、MACD、CCI 動量、隨機指標、隨機 RSI 動向指數、賽金資金流量、OBV、ATR 和成交量加權 MACD。所以這個的工作方式有點不同，它不是一次堆疊很多指標，而是在它們之間切換。無論你選擇哪一個，都會像原始版本一樣顯示，並帶有完整的設置可以調整。所以可以把這個想象成11個指標共存在一個槽位中，你可以切換到任何一個你需要的。現在第3個，這是3個中最有趣的。前往指標，拼搜索 Multiple Strategies， 這個是 Rettenmeier Lupton 的。添加它，當它加載時，你會在圖表下方得到一整個集合。你會注意到它分成2部分。一部分給你一個震盪器，另一部分給你直方圖。打開設置，你可以像其他的一樣選擇你想要的，去掉你不想要的。但這就是這個退泳而出的原因。前2個主要是經典的傳統的指標，這個也帶來了更新的東西。你得到 Squeeze Momentum、ADX、RSI 隨機指標、Awesome Oscillator、MACD 和 Concord， 這是一個追蹤聰明錢的流行工具。然後是 CCI 資金流量指數，甚至船有 Cipher 信號，這在最近幾年引起了很多關注。除此之外，它船可以為你添加的震盪器打印背離。所以如果你喜歡使用現代指標，這個是最完整的。現在讓我向你展示這在實踐中是如何實際解決問題的，因為這才是重點。您是否覺得身邊的每個人都在從人工智能中受益，但您卻不知道從哪裡開始？不要再等了，今天就開始吧。我們的免費交易機器人使用簡單，由人工智能驅動，每天可為您帶來高達1%的利潤。
已有5万多名会员加入，现在就点击下面的链接获取免費使用權。這是你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向財務增長邁出一步的機會。假設你的策略需要5個指標 MACD、CCI、隨機指標、OBV 和 RSI， 在免費帳戶上通常是不可能的，但看看這變得多麼容易。首先，使用 Indicators Overlay 嚟放其中的3個，將它移到圖表下方，前往移動到，然後下方新窗格，打開設置，保留 RSI， 保留 CCI， 移除資金流量指數、賽金資金流量和隨機 RSI， 改為添加 OBV。現在將 RSI 設置為長度21，將 CCI 設置為長度100，並打開不同顏色選項。所以現在你有了 RSI、CCI 和 OBV 都從一個指標槽位中運行。然後對於最後2個 MACD 和隨機指標，添加 Indicators All-in-One， 只需在你需要時在其設置內在 MACD 和隨機指標之間切換，這就行了。5個指標，一個免費圖表。所以現在想象你自己在閱讀這個圖表 ，RSI 低於50，所以市場偏向下行。CCI 低於-100，這與之相符，趨勢是向下的。OBV 沒有顯示如價格的背離，所以沒有安靜的買入量在積累，賣家仍然控制着局面。MACD 剛剛給出了看跌交叉，你也可以切換到隨機指標來檢查它的狀況。所以現在你在一起閱讀5個指標，排列整齊，全都在一個免費帳戶上。但請注意這一點，因為它比任何這些工具都重要。無論你在屏幕上放了多少指標，都沒有能給出保證信號的設置。你永遠不會得到100%的勝率，虧損交易始終是遊戲的一部分。所以你必須妥善管理風險，否則你自早會失去帳戶。每筆交易只冒帳戶一小部分的風險，保持你的止損合理，並保持紀律。記住，更多的指標並不意味着更多的利潤，大多數時候，它只意味着更多的困惑。真正讓你保持盈利的是清晰和紀律，而不是你的圖表有多擁擠。這個視頻就到這裡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，請在評論區留言，我會盡快回答。如果你還沒有訂閱，請訂閱頻道並打開鈴稱圖標，這樣你就不會錯過下一個視頻。下個視頻見，祝你的交易好運。